一支，只有来公园教会来聚会，才是上好的路程。吼，那咱即摆来练唱一下。咱练唱以前，来请迄个信民来讲一段话，经历的话。这个真的很棒。真的很棒，临时被 Q 吼，歹势哦。圣诗468首才有，嘿，后壁有写追求真理，世代毋敢面对新的真理，贫惰只有满足半的真理，骄傲业做捌全部的真理，至善的主，求你拯救我。这真好吼，半真理，真正的真理，所以毋当贫惰，毋当骄傲。好，来，咱来练唱第一条。幸灾，幸灾，幸灾！因为大家讲玉山交给我说，恩慈姐这个好像我们都不曾唱过嘞啊。不过我们那个公园教会的人都很厉害的，一看就知道了。好。
主耶稣基督，稳定主笔。求主耶稣基督，生命稳定主笔，你被兄弟修书多，天蓝清秋呀你，天蓝清秋呀你，我愿求主耶稣基督，生命稳定主笔，你被兄弟救赎多，天蓝清秋呀你，天蓝清秋呀你。好，感谢大家，咱即摆用安静的心、虔诚的心来敬拜上帝，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日做欢喜，咱三甲来聚会吼，请咱用欢喜的心来听候，来敬拜咱的上帝。上主以外，敢有别个上帝？阮的上帝以外，敢有石盘通倚靠？这位上帝用气力做大下我的腰，伊要引带我行安全的路，伊互我的脚亲像鹿，
牛走，阁有我徛起伫悬的所在。这时，请咱来吟诗阿罗上帝，伫圣诗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吟全首。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虔诚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慈爱甲恩典。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时时刻刻看顾阮这细微的人。阮感谢你赏赐阮生命，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享受你所赏赐的美好。阮感谢你赐阮智慧甲才能，互阮会当服侍你，嘛会当有能力来帮助其他的人。阮感谢你赐阮基督的信仰，互阮会当伫你的听中安息，得到满足甲喜乐。主啊，阮为了国家来祈祷，求你保守阮的国家平安，互阮会当伫和平稳定的环境中生活。求你赐予阮执政掌权的有智慧甲勇气，互因会当做出对国家甲人民上正确的政策，维护这片土地的安全甲稳定。求你互阮的国家会当永远避免战争，互和平甲稳之地。阮也为着每一位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保守身体有病痛的得到医治。心灵软弱的得到安慰，互阮会当伫你的听中享受平安，嘛互阮会当伫生活中成做你的见证。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来启应，伫启应文第19篇，也就是诗篇的84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乱无上主的殿面，到要分去。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这朝我伫你的祭坛边做收。
徛起伫你第二个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亏待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的大扫山谷，拢变做水泉。伊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点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因为主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光荣。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这是请咱来经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的圣经《阿摩司书》第7章第7节到15节，以及马可福音第6章20节到28节。阿摩司书第7章第7节，伊搁互我看见一个真相。主手提对神，徛起伫照对神起的球顶面。上主对我讲：“阿摩司，你看见啥物？”我应讲：“我看见对神。”主讲：“我要用对神让我的百姓以色列，我袂阁把因煞。以上的山头的荒芜，以色列的圣所的芳园。我要起来，用刀攻击亚罗波安的王朝。伯特利的祭司阿玛夏派使者去予以色列王亚罗波安讲：阿摩司伫以色列中间要煽动人来反对你，伊的言语对国家不利，因为伊讲亚罗波安会互人杀死，以色列人一定会流亡离开本国。阿玛夏阁对阿摩司讲：“你这先知交我出去，倒转去恁本国犹大，伫遐趁食，伫遐讲有言，毋通阁伫伯特利讲有言，因为遮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司应阿玛夏讲：“我毋是先知，嘛毋是先知的徒弟，我是饲羊的。”嘛伫照顾送菜树。我伫过羊群的时，上主呼召我，甲我讲：“你去，对我的百姓以色列传达我的话。”第二位圣经马可福音第6章，因为希律惊约翰，知影伊是正义搁圣洁的人，有加伊保护。希律特别听约翰的话非常的不安，又搁真爱听。希律底的机会来啊！希律做生理的时，办道请文武百官甲家己的民间的领袖。希律底的查某囝期待跳舞，希律底甲在座贵宾拢欢喜。王甲迄个查某囝讲：“看你爱啥物，做啥物，我拢要互你。”希律阁对伊讲：“你无论求啥物，连我王国的一半嘛会互你。”查某囡仔出去就对伊的老母讲：“我要追求啥物呢？”伊的老母甲因讲：“先行洗礼约翰的头。”伊随时赶倒转来讲，对王讲：“求你随时将行洗礼约翰的头放伫盘里，互我。”王的心真正是艰苦，毋过因为伊已经伫贵宾的面前上蛇，就无甲伊拒绝。王随时找一个警卫去摕约翰的头，警卫就去家里
斩约翰的头，将伊的头壳下伫盘里，放来互查某囝。这个查某囡仔就互伊的老母。以上，这是学老，咱请小米子来学老，伊所要吟的诗歌是《圣城》。参与我的
个歌声献互咱的上帝。这是要邀请王永昌牧师来正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你的准心伫地，你的准心伫地。大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早起可能唱的比讲的一定较好听吼。真感动人自细汉开始听到即嘛吼，每一摆听拢有真深的一个信仰的反省甲感受。今早起代表广播社。咱即个主日拜文字事工，文字事工，咱即马进入即个新的时代，有真侪款式的传达，特别是电脑真发达的时代。但是文字也是真重要，咧传达咱每一人所要表达的，所以你要有记载，才有好多内容。虽然图片真流行，真简单。但是图片、相片若无说明，迄张图片甲相片就无啥物特别的意涵。若要传达落去，也有真大的限制。我一直这5年，我一直咧整理阮老爸所留落来这些资料，伊有翕足侪相片的，但是伊有一个缺点，就是伊拢无做详细记录，所以我拢爱搁去请教。有其他可能相关的人，才会通知影伊迄张相片教会活动是甚物款的即个情景内底有特别有即个历史的人物，就爱去个查考，所以真困难。虽然我甲大部分的资料整理好，有送去台南咱的历史档案馆，但是迄边的开会搁较侪时间。所以这就是无文字记载的图片甲相片的一个缺点。所以文字事工伫即个新的时代有真侪方式咧传达。所以咱需要用新的方式来传达信仰的内涵甲真理，包括咱每一位兄弟个人的见证甲分享。这嘛是爱通过文字的记载来个传达。然后分享互更较侪人，所以咱即个文字事工的支持，是咱教会事工内底一项啦吼。当然，咱有真侪事工爱去参与，所以咱每一个人可能拢有家己的一个安排甲感动啦吼。咱教会较常是用个人的感动来参与，但是即个感动是拢甲咱个人心中有一个标准。所以这当然是咱每一个人对于咱信仰的参与、甲事工的关怀，所要去选择的，这拢是咱家己会通决定。毋过就是讲，咱若会通参与伫教会事工的一项，咱就还是2项，咱的教会就会通做真侪事工，包括咱家己个人，咱所参与，咱伫公教会，像讲暑教营队，咱嘛是爱有这个营队的支持等等。教会事工这个文字当然是较全面性。咱通过咱教会广播社即个机构咧做即个全面性的，像咱手中有夹即个经信吼，即个经信我常常甲大家分享，就是讲有真侪朋友通过经信内底所写的即个信仰分享见证，得到真大的激励甲帮助。咱本身是基督徒的，若咧写信仰见证的写做记录，就是一个经历嘛，一个回顾。一个反省，然后写出去了，无管是通过网络或者是纸本，咱拢会通互人读的人，对咱行一摆，就是咱信仰的分享是对咱行一摆，行一摆，伊可能甲你的即个信仰见证内底有小共款，有共的所在，伊也会通知影讲要安怎挖靠主，要安怎伫迄个拄着人生困境的时，绝望的过程中间。通过信仰来得到激励，
搁再出发吼。所以这就是真大的一个信仰分享的一个管道啦吼。因为经新写的较毋是牧师咧讲道篇，所以朋友若毋是教会朋友咧读的时，伊较对生活、对事件、对个人这个案件这个角度去切入的时，相对性会较好接受，好接受。你若第一届就摕牧师的讲道篇互伊的时，伊可能会读无啦，读无。咱若用这个经新兄这信仰生命的分享，这是真大的一个帮助。同个网络去点的时去看，得到真大的这个激励时，嘛是一个管道。所以咱毋是干那通过纸本的这个文字书讲啦，是较多样性、多角度的方式来支持这个文字书讲。所以毋望咱兄这会通若对文字书讲有负担感动的兄这，咱就会通用这个奉献地来表达咱行动啦，行动实际行动。当然，其他的方式就是你祷告嘛会使，你将你家己个人信仰的祷告嘛是一种支持。然后佫一种就是，你若教会有家村内，你若要摕去互朋友，你就去摕这去分伊分享，这嘛是一种。咱的支持方式嘛是多样性的，毋是干那讲奉献地啦，是包括写文章、分文章，这嘛是支持事工这个一种方式。所以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无共款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判断的标准这就是咱心中，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心中的一个标准啦，标准。我今仔日有机会来公教会，来通过广播社的主日，咱做伙礼拜，这是我一个选择。因为我拜一甲拜五是伫学校做校牧，所以我是拜一甲拜五做牧师。拜六礼拜我是休困的，但是我学校休困，我就休困，所以我会通选择踮伫厝的。无一定爱来今仔日公教会这个主日礼拜，我会使选择我家己的礼拜方式啦。因为阮学校的主管几个是基督徒的主管，拢伫台北淡水，所以伊毋知影我伫新竹咧创啥，无要紧的。所以我意思讲，我家己的心中的一个标准，我会使选择来礼拜，我会使无选择，就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是今仔日因为广播社这个社长彭牧师甲我敲电话。讲毋茫我会通来公教会代表广播社，所以我就决定讲好，我帮忙这个文字事工，所以我今仔日伫这个所在就出现所以，但是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咱嘛拢共款咱拢是讲今仔日礼拜主日咱一礼拜工作休困，咱选择今仔日早起来到公教会礼拜，咱是为虾米来礼拜？这我常常要甲咱这兄弟姊妹来分享、去反省的、该去面对的，就是讲咱礼拜日伫一礼拜中间无闲耍，为虾米咱无要选择讲去休困，也是做咱所要爱做的，咱家己会通去决定的代志？选择来礼拜，这就是咱心中有一个标准，来催逼咱去达成迄个标准。所以你甲我的这个标准，我毋知影是咱在座，咱即马现场所有这兄弟，咱到底心中的标准是啥？咱每一个人拢家己有一个标准所以这70个、80个会友大家对咱所信的基督信仰的标准，哪拢有家己的解读。我甲大牧师拢神学院毕业，但是我对基督信仰的解说。虽然拢讲是耶稣基督，但是咧决定解说的过程中间，可能有重点差别重点差别。所以这一个咱所要去面对的，这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咱每一个人心中这个标准，到底是用什么款的标准来做咱的判断？那咱基督徒当然是上基本照耶稣基督的这个教示，就是听上帝。听人，这是新约的上大的改变真好讲。听上帝，听人，
但是咧执行的过程中间，咱常常去拄到真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咱听上帝、听耶稣，这个拢是无毋免去评论，是因为咱选定耶稣基督做咱个人的救主。所以咱有伫信仰的生活中，咱会有奉献，时间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教会礼拜参与、聚会参与，咱拢会通即个将咱的时间来给拨出来。包括今仔日礼拜，我相信咱也是要回应主的听，咱来礼拜，参与伫即个神圣的主日。但是第二方面，咱就常常会较无共的表现出来，就是讲我头讲的迄个差别性就伫遮。咱听人的标准，虽然耶稣讲听上帝、听人亲像家己的家己，伫即个过程中间，咱迄个标准就会开始会无共。所以80个会友，甲包括我牧师，咱咧听人的执行过程就有真大的差别，真大差别。这是真个，咱现主时咱所面对的一个真趣味的一个信仰生活的这个部分。所以咱也拢知，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因为你甲我，咱对咱所要爱的，确实拢无共。迄个无限，毋是对甲毋对，但是就是讲咱拢会无共。所以真侪时阵，咱一群人斗阵的时，咱咧做的代志，咱拢了解是对这个人上好，还是对这个人有足大的帮助。但是常常有当时，咱爱去想的就是讲，无一定啦吼。亲像咱做时代，常常对囡仔会疼心，有真侪时阵会出问题伫所在。老爸老母的疼，无一定是囡仔所需要的。但是老爸老母迄个心中的疼，伊个标准就是我出发嘛，我疼人啊，我疼伊啊。但是对伊来讲，伊无一定是感觉讲你的疼是对伊的疼吼。所以伫咧信仰的操练过程中间，这部分是咱基督徒信仰，无管是什么时代的基督徒信仰，就是这个部分拄着上大的挑战。疼人，疼上帝，咱大家拢组织做伙，咱拢会通真清楚。所以公教会成立。因为奉主的名设立的教会，但是伫疼人的这部分的是迄个标准准绳。虽然咱疼上帝、疼耶稣基督，伊也教示咱爱疼人亲像咱家己，疼人亲像家己嘛。但是咱活一个心来想的是，迄个标准，咱就会开始用咱家己的成长的过程中间，咱可能去学习去了解，有无共款的新的人物，咱就会开始会去解说。解释讲，即耶稣基督讲疼人亲像家己的疼，就是爱安尼才对。疼人安尼，所以迄个问题就出现足趣味的所在，伫即个所在。上帝的即个尊敬为什么出现伫今仔日的即个旧约阿摩斯先知书内底？阿摩斯即个背景当然离咱足远的，主前差不多700年，离咱足远啊。迄个代志，甲你甲我拢无啥物款特别的关系，但是对他讲的即个人性，就是迄个敬神疼人，迄个疼人的标准，咱常常会甲伊变做是用咱的标准咧解读的时，就会出现即个问题。所以亚罗波安伫理以色列即个以色列国北国的时，国势伫理了真好势。圣经内底记载，伊是讲起来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国王啦。但是人就常常伫即个过程中间，你通讲我敬神啊，圣殿我也起甲足好个啊。咱若读圣经，我敬拜俄罗斯，然后献祭的祭物也拢无有啥物款的欠缺，拢用上好。迄种的情景，照即马咱台湾的，就是敢若人做庙会迄种的伊旧约嘛拢爱牛甲羊安尼献你看迄台地公共款逐项拢足大个，足大只。咱也想着讲，哇！迄个场面表现出亚罗波安对上帝所有的信仰的表达，表达。所以你敢亲像讲，今仔日咱的教会，有当时咱就是讲，哇！教会该起较大间的，然后冷气又装较冷音响创较好的，讲台会较大的。那么常常咧想的，可能是讲，这是对上帝听的一种回应嘛。但是真趣味，这亚罗波安伫迄个过程中间，当然大家该学了。伊也拢感觉讲，伊所做的就是有照即个上帝准绳咧做，信仰表达也无讲有啥物款的闪失。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迄个听人的部分，伊就开始用伊家己的标准来取代上帝的标准啊。我做个代志做个好势，我即摆咧做的拢应该是对我的国家好啊，对我的社会好啊。即甲咱讲，阮教会嘛是讲，我咧甲你做即个社会救济时，我这是对恁好。哦，这个代志就是做时代吧。我对我的囡仔是安尼是上好啊。咱就开始用咱的标准来解读这个听人的这个部分，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骄傲的亚罗波安，就是开始渐渐的失去一个方向，无等于到上帝交代，迄个听人的听是爱照上帝的标准，毋是用你我家己成功了。你感觉讲课底也真饱的时，地位坐甲真好的时，社会这个受尊重的这个地位的时，我讲的话就顺顺，毋是用这个标准来做听人的代志，是爱倒转去到同款的上帝的标准嘛。所以咱教会做真侪事工，咱嘛是爱去想到这啊，包括咱去做福音队。我以前的教会啊，我上早期毕业的教会就是牧社教会。我当年的暑假拢爱去接待无同款的教会，或者是大学生的基督徒团契要来做福音事工。当因讲起来，拢讲牧师恁也有欠，所以阮来甲恁斗帮忙。但是我久长来，我就有机会就甲因讲，我讲吼，阮其实有欠，但是毋是咧欠短暂的这种的疼心的关怀，阮是要长期性的这个生活的关怀。你一礼拜，我爱个51礼拜是我，你52礼拜嘛吼，啊你一礼拜，剩的是我爱去负责，啊你带一礼拜欢喜甲感动，我爱负责51礼拜的收煞。安尼兄弟，你听我意思吼？恁一礼拜带来足老热嘞，了恁得到充满嘛？因为哇，照顾这囡仔啦，创下带这团体这个趣味的活动，囡仔足欢喜的。第二日转去，第一礼拜一礼拜煞，好较长嘛，要紧2礼拜煞转去。大哥哥大姐姐回家了，礼拜日来，牧师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去哪里？找我，从我牧师我一个人，甲牧师娘2个人，时阵阮细汉的王永杰3个人，阮是要安怎带？牧师，那是你的代志哦，不是阮啊，阮转去啊，我回家了哦，我们明年见啊。所以我意思毋是咧批评这个，就是讲，咱咧做这些代志是咱想的是啥？所以其实我迄个时阵甲大家简单分享，我迄时阵有邀请台中的大专，恁毕业生，还未毕业了，还未要找头路的，你会使来山顶甲我做这个课辅班的老师一年无？我来找教会捐献的钱来甲你支持，无人要来啦吼，因为牧师安尼去哩，我就拢了1年去啊。这当然是大家选择嘛吼，心中一把尺的选择。我嘛袂使讲恁拢无疼心啦吼。但是我要甲大家分享是讲，咱咧想这个事工的时，咱有去想到这无？所以咱听人的时，咱拢是用咱家己的想法嘛。当时捌去想讲，迄间教会的需要，是真正需要啥？所以牧师直接甲大家分享是这个过程，是讲有真侪时阵，伫迄个过程就是咱当好的时。咱所徛的看的，往往是咱会听人的方式，是咱的方式，毋是人的需要的方式。这就是亚罗波安，其实伊讲起来嘛，无做啥物大毋对啦。因为伊用人的生活迄个标准来做伊家己的国嘛，那非常的成功嘛。伊信用嘛，拢有做甲够嘛，形式上拢做甲够啊。但是为虾米阿摩斯的伫迄个阿摩斯内底？有真侪所在咧讲上帝无爱你遮的什物献祭，什物羊甲牛，你烧祭遮的物件，烧的拢无路用。伊就你圣殿唱遮个歌，唱啊4部合音、8部合音，伊也是无爱，是安怎？甚至讲到今仔日，咱读的圣经讲，你的国家会灭亡，
测量出以色列百姓偏离上帝尊前的这个问题性。阿摩斯看见异象是只不过要来讲后壁这个代志，是伊受呼召来讲这个代志。咱做基督徒，这个信仰的代志是阿摩斯伊本身写落来，所以其实上帝尊前是第一个是咱家己本身受到上大的这个影响。上帝尊前不是要互咱伫个疼人的时要去摕去让别人的嘛？但是咱常常甲上帝尊前摕去让别人啊，所以咱咧做的是讲，我疼你，你拢唔知。你看我偌疼上帝，所以以色列百姓所拄到的困境，就是人性的软弱的所在，也就是你甲我咱信仰生活操练到今仔日，每一个基督徒拢爱拄到的，包括我嘛是爱拄到的。我做牧师的关怀会友的是讲，你拢无信心啦，这种困境你都要有信心嘛。仰望上帝，你就会渡过难关嘛。讲起来真好。信徒即马拄着什么难题，我都无一定了解，是我哪会使用这种所有的上帝尊前去甲让咧。阿摩斯咧讲的，就是咧讲着这。所以，迄个尊前是要创啥？就比如知影以色列人，你掠做你行伫正道，但是你的这个亲像一片墙已经倒歪去啊啦。你行的路已经偏什么？这个什么？这个10万公7000公里去啊！你搁了说你行正道，上帝尊前，阿摩斯上帝爱去，互以色列人看见这个差别性。你像这就是今仔日咱教会爱做细节所在。所以教会唔是干那一定讲啊，起大经就是表示咱咧荣耀上帝的名。这台湾的民间信仰，倒一间的庙会比咱较细间。你若出去旅游看，咱台湾庙是有欠细间的无？是咧比大间尔。啊，这比大间是咧做什么代志？咱拢家己大概体会到。因大概譬如讲，当然伫社会救济，即马拢伊也是关钱。但对你人生的生命的改变，这种自我检讨性是非常的弱。所以我无否定因做社会福利啦，但是我每咧参与了解因咧做的，就是伊对人性的这个自我反省，无法度真直接会通，互一个人有真大的生命的更新甲再出发。虽然有额头3笑有生命，但是即马是处代是额头3笑有监视器、监视器压过生命，迄才有效果的感觉嘛。所以咱基督徒，咱渐渐伫即个过程，咱嘛是爱。倒转去想着讲，你看哦，离咱遐尼远、遐尼久的旧约北国以色列，因所拄着人性的软弱，上帝祝福因，互因国家国泰平安，大家拢生活真好势。哦，外口的这个强权也暂时无甲因侵略。咱教会今仔日嘛想着讲，啊，共款，咱公教会发展到今仔日。自我细汉看，对于这个东大桥遐刷到遮公路路下前即种拓宽，我拢有差不多有经历过。咱的教会去翻新去遐尼水的拜堂，这拢咱经历过。当咱换一个心来想的时，咱有照上帝尊敬无？有，绝对有。所以咱的教会得到上帝祝福，咱会通创到遐尼好势。像这伫即个所在聚会，嘛拢真正快乐。原则上来想的是，咱有疼人的部分，咱有歪去无？哦，这就是咱大家爱去面对的。今仔日我毋是来遮做阿摩斯，我嘛是共款。咱教会制度面所保障的牧师，虽然是机构的牧师，但是我就是伫咧长老教会做牧师，所以我共款爱去面对这个疼人的、迄个尊敬的部分，是毋是有歪出去？所以。阿摩斯咧做的真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所在，互以色列人知影，因拄啊亲像一道墙已经起去啊，拢毋知，即间厝起起来一定倒嘛，哦，一定倒。所以阿摩斯后壁所讲的，拢是咧讲遮。那以色列人家己的尊敬是啥？就是我头先讲过，伫迄个城门，哦，以色列人最主要是论公事、公共的即个论断啦吼。大家有啥物代志，拢会伫迄个城门咧讲。但是因即个城门的所在，
因无爱啥照正直的代志，无爱听人讲正直的话。伊怨恨阿摩斯，因讨厌这种人，因为伊咧唱衰这个以色列，讲恁的国家会灭亡，恁的国王会向杀死，恁会去向掠去做奴隶。我今仔日问一下讲，恁讲教会真自私哦，无够听心哦，恁的教会吼教世会败坏哦，无啦。我今仔毋是咧做阿摩斯的工作，咱的教会应该嘛毋是安尼啦吼。像咱爱去想着讲，以色列伫迄个国势发展、国泰这个民安的时，当然啦，我嘛足无爱听到这种话。我哪有啥物饭桶的所在？我做代志拢遐尼好势啊，对无？你哪会讲我做毋对？咱常常嘛是拢会有当时会去受这咯。所以对迄个送养需要帮忙的人，咱拢无去看重。颠倒，咱会去注重咱的人情世事，方便咱家己做代志，来达成咱感觉讲咱有咧疼人，咱用咱家己的方式。所以这是阿摩斯所讲到的迄个以色列人因的尊敬，因家己用的所做方式是安尼咧做代志，安尼做，这就是因所产生的这个问题性体所在。更加要紧的是阿玛夏。大祭司，这是我家己本身所爱去面对的。这大面的神职人员，伊就担心伊的饭碗会去弄破去啊，所以呢，伊就出来甲阿摩斯好咧甲伊考考。若无伊是应该讲，伊会使派伊的私人部队去甲阿摩斯赶走啦。因为这是大祭司有家己的部队啊，家己的这个武力的人会使甲伊。赶出去，看起来伊阁真客气，伊甲伊请转去，请转去因的南国犹大国去探食，这代志烦恼真好。你转去南国探食，恁犹大遐，迄是你家己的所在，你莫伫迄我这个所在，遐尼安稳所在，我嘛做这大祭司做甲真安稳，我嘛带因拢咧敬拜主啊，展现出阮对耶和华上帝敬拜。啊，你莫伫遮甲我乱啦，你咧甲我乱创啥？所以你好转去啊！你好转去。阮这个所在是国家礼拜所在，逼得你呢。啊，你只敢若讲咱去总统府头前去遐乱，安尼共款哦。啊是讲我走去总会遐样乱，所以阮即摆甲你客气讲哦，我甲你通过你不准，就我遮甲我闹场啦。这我常常想着我做一个长老教会牧师，我嘛常常为着咱教会来辩护啊。但是我就想着讲，敢对？那毋是咱教会的这别的兄弟姊妹咧，甲咱建议是说讲，恁长老教会要注意啥？注意啥是？我耳孔是爱听还是不爱听？我就讲啊，你这转去啦，你转去恁的教会，恁教会就遐尼细经，教派啊细经来甲阮乱。阮长老教会听教会，听社会，158年的教会，对台湾上有听。我安尼讲起来，应该嘛是阿妈写，我这种开口讲起来，我不准你搁直接甲阮讲，长老教会毋是。我这应该你大家甲拍破讲，这牧师有长老教会精神。啊，种咱是咧敬拜长老教会，还是咧敬拜上帝？上帝尊敬还是人的尊敬，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啦。所以阿妈写是用人的尊敬，伊咧护伊家己的地位，护伊家己所相信的好。毋是咧登记到上帝所爱伊做的代志，迄个上帝尊敬的事，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伫这个对话中间，就互我不断提醒哦，因为阿妈写的这份拄好是甲我做牧师相对应，所以我常常咧提醒我家己本身，我的耳孔听是要听什么款的，我看目睭看是要看啥？是上帝尊敬啊！上帝，我袂使讲，因为这个人还是这群人讲的，这个主张有一部分拄好到圣经上帝假是敢若有交接吼，有迄小聚焦的所在，我就说你种好，还是讲你讲拢讲长老教会赞，安尼我拢支持你。毋是啊，我做牧师的人毋是安尼啊。
应该去听，是毋是有真正照上帝准则咧做代志？这是咱所咧关怀今仔日所有任何社会议题是爱真细致、爱真用心、爱去注意，包括咱教会去做福音事工对外迄种关怀的时，嘛是来不断提醒的一个重要所在。若无咱今仔教会已经遐尼侪年啊，咱嘛组织化运作啊真好势啊！我看咱教会的即个经常会的六月报哇，真健全嘛，运作啊真好势。咱这个关怀，要安怎去关怀是上帝准则，毋是人的准则嘛。这就是咱做代志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听人，有来讲牧师啊，耶稣讲听人，你要安怎听？耶稣拢讲基本原则，伊咧邀请有限的人去做无限的救赎的代志，伊也拢了解咱的软弱，伊拢设定一个基本的大方向甲原则。听人。像饶下人70个7届，有人要甲我讲，牧师，这无可能，这绝对无可能达成。所以呢，是要做参考用，还是要做一个目标，一个自我的准进的目标，放在咱的心中。无可能做参考，迄是放咧正他用就好了。但是设定一个准进是提醒，是不断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做无够，也阁继续做啊。今仔日3届，明仔载4届，后摆5摆嘛。这就是咱操练啊！人生毋是安尼训练嘛？所以，我常常真爱用我家己的例，就是我甲牧师用的例嘛。因为这上直接的，莫共会友摕来讲啊啥，用什么名拢无差，无好啦。就我家己，我甲牧师娘结婚35年，阮两个家庭的背景拢无共，熟悉交往嘛。咱常常讲上帝念你就配合，讲起来就好听对无？开始结婚就是开始操练啦，操练到今仔日个操练嘛。要安怎来，互即个两个人要成做一体，上帝应允成做落实伫阮两个生命中。另外，这毋是咱每一个人做翁仔某，毋是都爱去面对的嘛？那我哋一摆结婚了，就咱两个就是一体啊。讲是安尼讲啊。但是目标是安尼，是讲圣经的参考用啦，参考用的是呢，也是我较大。查甫就是我做先生的人，就是你都爱听我的，对吧？生命的学习，迄个听人亲像家己，无什么大道理啦。你我咱若相信耶稣基督的教示，就设定这个目标。上帝准则永远放伫你的生命中的时，就你甲我，咱往这个方向来走的时。那有啥物讲牧师要安怎做？无啦，是你做，你操练啊。你的准则的这个调整是你家己的调整啊。我咧调整我的啊。但是咱伫耶稣基督的听内底做伙咧跑走嘛。所以咱做伙咧跑走耶稣基督的这个大家庭的听。所以咱每一个兄弟伫这个所在真趣味吼。你有你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啊。但是咱要讲啥？耶稣安怎听你嘛？耶稣安怎听我嘛？互阮的家庭会通啊，某不断的冤家中愈来愈恩爱，迄个一体愈来愈成，愈来愈合作。这就是阮的生命啦。每一位咱是毋是应该就是这个这个方向，互迄个听。我足讨厌伊的。你讲无说你有讨厌人无？我嘛有迄无介意的人。就阮学的同事90%拢毋是基督徒。有的同事就足爱笑我的。牧师，恁教会是有办法无啦？恁教会像咱即摆牧师做北大机场真关心阮学校。咱学校啦，袂使讲我啦。伊种样是，伊无拄着我即种困境，因为我逐工拢爱甲阮同事斗阵，遐毋是基督徒的同事，上爱甲我讲，牧师，恁的上帝伫倒？我讲看无啦，伫我遮啦，我的画面活你看啦。我意思讲，就是安尼咧过生活。所以我足讨厌这个同事，有几个足爱甲我支持啊！但是我常常讲，主啊，赦免我的软弱，也赦免我阮这个同事伊的这个伊家己的自尊骄傲，因为伊拢感觉伊足敖的嘛，伊会讲特别甲我支持。但是我袂使受，毋是讲袂使受，一届了2届，我都爱不断调整。我20几年啦，我毋敢讲我练到什么这个。金刚不坏之心啊！但是我已经爱训练做饶下伊，无到70个7届，但是我至少伊讲的是，
伊甲我支持的是，我第一时间袂生气，然后我会通去甲伊静静甲伊分享讲，即马学校教会哦，不要来甲咱学校斗帮忙，要咱学校会较好。啊，咱做伙来关心这个学生。哦，另外这你知影无？咱即马收到学生吼，家庭的婚姻、家庭父母的婚姻问题，读册的过程中间受到挫折的，互同学排斥的，有自我这个自卑感的，咱咧收这种学生。这台湾学生哦，毋是甲咱隔壁这清大甲高大学生啦。啊，这个囡仔毋是学生哦，毋是囡仔哦。啊，咱教会就是使命时代性，咱毋免甲人咧抢第一名学生，咱咧抢啥？灵魂需要照顾，生命需要照顾。哎呦，啊，咱教会咧办这种学校啊！我想讲是啊，咱教会咱无去办迄第一名个学校，拢来收迄个 top 1的学生就好啊。啊，请你甲我问，请你甲我啊，这个人啥物个照顾？啊，拄好啦，时代性，咱拄好有即个时机点的时。你来讲，咱办甲足差的嘛，无要紧啦。哦，你来讲，咱办甲足落的，啊，拄好就收这学生。所以我想着讲，马介牧师伊拄好订立1872年3月时初到淡水订立的时，伊收学生，伊会使去敬啊，严清华秀才，我要即种的，你什物擦油擦的啦？什么木工啦，什么吴英华，什么这个林业，哦林业，哦这个东湾的这个上主要的这个阿祖嘛吼，啊这个林业这油擦啊啥，这我都无爱插伊，这无读册，无卫生，我是这秀才。马介牧师若安尼做吼，当然咱今仔教授嘛，无一定干安尼尔，但咱马介牧师毋是安尼啊，伊需要关怀，伊颠倒才是该斗帮忙。甲引带嘛，啊！当我讲教会经过，咱若北部教会用142年，咱若有142年以后，讲咱今仔亲像迄个亚罗婆安讲，吼，我教势较好啊，我教被起较水，我就来顾我家己的这个拜堂就好啊，迄村的我拢不爱插。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面对就是这种学习啊，操练嘛，我咧操练啊。哦，啊！今仔邀请咱兄弟，咱做伙来操练。咱做伙来操练，听人。若无咱若是会使阿妈写这种的讲法，真送势啦，讲了真正当啊，是无？这毋是阮需要去插的，你去做你的代志就好。阿牧师，哦，伊的名这个负担甲支持，哦，就是参悟上帝事工，伊的准绳是一只，上帝亲自呼召我出来。所以我爱出来，以色列人讲上帝的话，就是上帝准绳啦。咱就爱讲上帝爱你讲的话，爱我讲的话，毋是讲我想要爱讲的话。你甲我，咱今仔日选择这个信仰，互耶稣基督的教示做你甲我的一个信仰生活的准绳嘛，伊的教示嘛。所以听上帝，咱拢一定拢标准的。哦，今仔日拢来礼拜，真好，感谢主吼。但是刷咧礼拜刷，咱要转去，迄就是开始听人。所以咱的信仰的完整性，袂使干那一半尔。听上帝100分，听人50分。你讲牧师你乱讲，我听人100分，我拢无足关心人的，哪有咧？是用什么款的标准咧听人？就是你甲我迄100分。到50分的标准伫这个所在，我毋免替你拍这个成绩，你家己拍，我家己拍，就是迄个上帝准绳，要哪互你做一个依准去听人。你讲什么话，你要做什么代志，阿牧师讲的就是这所在。当然，亚罗波安伫迄个国势成长真好势时，伊共款去拄着这个。人的标准做准绳啊，这就是上帝爱以色列百姓啊。这讲起来是真好听啦。公义亲像大水流嘛吼，啊公平啦，啊公义会通安尼江河安尼不断。
这讲起来真好听，但是要安怎互你甲我咱的心中这个准信真正落实这个代志，这个话才会通实现伫咱的生命中、生活中。所以另外一个故事，就咱今仔读的信约。希律王伊拄着两难，嘛是会拄着这个用人的标准。伊知影，圣经讲伊知影，义人圣的人，所以伊要保护伊。迄个知影伫圣经内底有真侪所在拢会用到，包括亚当夏娃因两个结婚这个成做一体，做伙熟悉，迄个熟悉就是亲情生命的交流。所以表示讲，希律伊本身就开始是有认捌了解这个约翰是假设约翰这个人是什么款的人，所以伊保护伊嘛。毋过呢，伊拄着什么社会？这个民主地位，国王所讲的话都要照实去做。伊答应这个因这个政府所疼的查某囝的这个条件，向爱人头，所以不得不来甲这个迄个不得不其实就是伊家己造成的啦。袂使怪别人，所以伊要去负责伊家己面对家己的这个信用社会责任信用社会。所以伊太是行这了还是，因为安尼，伊个人的尊敬来造成，咱嘛常常会拄着这种代志啊。所以我讲听上帝这种代志是足好做的，就是安尼，迄拢无什么困难嘛。听人这个部分出问题上大的这，所以咱的信用无法度完整性啊。你看这听人真趣味吼，听人包括上至亲的人会听，常常出问题嘛是伫这。所以，咱伫教会有当什么看起来，互人感觉讲你足关心教会这兄弟姊妹，等去厝的可能代志无一定是安尼哦。所以牧师我家己的反省，我常常对，等去就是伤过熟啊嘛，都35年啊，什么话拢嘛直接讲啊伤过直接的是就是啊啦，无尊重啊嘛，无尊重啊，就是讲理所当然啊，伤害着人，伤害着牧师娘，我拢了解无关系。袂使呢，我伫外口所拄着种种遮个代志不满，就袂使当作是讲转来厝的讲，我嘛真关心你。我转来厝啊，我对学校拜甲拜五足辛苦，我拜6礼拜转来，你都爱关心我，所以我讲什么话你都要甲我听哦。所以，迄路人拄着即个困境，咱嘛常常拄着。咱教会要讨论代志，咱嘛常常会安尼用人的标准，就是安尼走出来，因为咱顾民主啊。咱要顾咱的地位名声，所以上帝话咱就无一定要安尼讲啊。因为有啊，礼拜日我对上帝拢讲共款的话啊，主啊，我听你嘛，这歌词拢安尼写，我就安尼唱啊。圣经安尼读，我读互你听啊，安怎写？但是我对人无共啊，上帝你要了解我的困境呢，人百种呢，我都爱甲顾好呢。所以我话就要开始讲无共款的话，毋是讲上帝的话，你的尊敬暂时放边啊，是我的尊敬。咱今仔伫即个台湾社会，咱拢常常讲啊，迄足复杂的对吧？足复杂的啊，教会嘛足复杂的，袂啦，教会其实足单纯的，是人咧复杂嘛。咱拢常常知影即个问题，是安怎复杂？就是因为咱常常要用咱的标准咧做代志，但是咱会使做伙礼拜无？会的。咱礼拜拢会使做伙嘛？是安怎？因为咱拢听上帝啊。啊是安怎？礼拜煞要开会做代志，时间都无法度。意见一大堆，也是讲，就算讲有讨论，但是大家都去客啊，你甲我讲一句啊啥？啊，总是就是有代志，是安怎？所以讲，咱都要真诚实面对啊！这你莫甲牧师讲，因为我拢听过意见种，牧师咱拢是人啊。咱拢是罪人，我嘛知啊，无咱囡仔需要救恩，佫倒转来讲这个问题嘛。啊，你咧讲迄，你本来就知的代志，啊，你是要甲我讲啥？你是要甲我讲安尼，咱毋免改，咱毋免去面对，毋免去检讨。啊，这代志无意思，信这个信用就无意思啊。所以咱都爱诚实面对。啊，牧师讲安尼直接，是安怎要讲迄种话？
咱听起来真正艰苦长远的话，就是要咱伫迄个真平静、掠做真，咱国家真好势，即个教会情绪，迄个前面咱拢国家真好势的过程中间，阿摩斯就要甲你讲无影啦，你毋好安尼想啦，你实在是无用上帝尊敬咧做些代志，你是咧做互人看尔啦。你对我人讲，咱是公共教会，对咱啦是我的尊敬，还是你的尊敬咧相拼？所以咱教会才会无平静。所以今仔日牧师毋是伫遮甲恁讲啊，咱有这个问题是讲，咱来真诚实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整个包括我即嘛是这道面的牧师的时，我都讲，咱长老教会这个组织嘛是要去面对这个上帝尊敬做咱教会事工，包括咱总会咧推行事工的尊敬。但是我嘛知影讲，我一个人讲，无一定会当大家赞同啦。因为阿妈写的事件，我看拢知影，你著去做你的机构牧师，乖乖伫遐就好啊。你莫搁伫遐害爸叫母，讲东讲西。我毋是咧讲我的教，但是那照圣经就是安尼写，安尼记载，安尼去要上帝讲你听我，就爱安尼去做啦。耶稣讲你听我，就安尼去做，我就是安尼咧努力做。但是我袂去用一个理由讲，我足歹甲人讲啊对啦，咱拢是罪人啦。我讲啊，主啊，然后写我做无够的，请你通过圣神保惠师，还是其他的兄弟，甲我支持，会通互我做更较好。迄个好就是你的方向。所以，两位兄弟，咱毋是咧靠人的好哦，咱做这个听人的代志，毋是咧做好事哦。是因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咱有一个救恩的怜悯，知影咱家己无够遐，愿意照伊的教示去学习。然后耶稣基督知影你甲我的无够遐，时刻会甲咱赞咱。所以我意思是讲，咱毋是咧用讲我今仔做偌侪好代志，我去即个暑假偌侪兄弟，还是讲我捐献偌侪钱，毋是。我嘛毋是咧讲我做牧师38年，毋是，这拢无效。较要紧就是讲，我有咧做，做无够遐，我家己爱去面对。爱去检讨，然后这个尊敬一直拢伫我的生命中，我袂去摕这尊敬去让别人。所以我今仔日毋是摕尊敬来让咱公共教会。我为细汉看公共教会，即摆走去对无。所以记个讲上帝尊敬你的尊敬伫对，伫你甲我的生命中。所以今仔日咱做伙倒来到上帝话，赞咱开力，圣神的开力，赞咱话，仰望主上帝的带领，互咱会通每一工拢行伫上帝所欢喜的正道，然后咱无迷失咱的方向，真正是他拄仔唱的耶路撒冷圣城咧跑走。若无你行啊路，会讲哇，我再走去迄个福光山去啊，走毋着路去啊！你要拍拼一世人，佫走毋着路去啊！无耶路撒冷圣城，上帝阳光显现伫咱头前，带咱行这条路。迄个尊敬永远伫你甲我的生命中。毋知咱的事情有放掉的，望主的话真做咱每一位兄弟的尊敬啊！毋是我今仔讲的，是上帝的话。真正落实听上帝以外，不断爱提醒咱听人上帝尊敬因带你甲我，真正落实教义的款式来操练伫咱的生命每一天。对至亲的人开始同款，拢一定爱袂使失落去偏差去，一直到你所讨厌的人，咱拢爱去学习，要安怎甲伊听落去。做偌济算偌济啦，因为你交差是你甲上帝。毋是我，迄个尊敬，你甲上帝藏的即个尊敬，望主的话，将咱开力，日日进步，互主欢喜，真正会通得到主永远活的即个活命的应允，伫你甲我的生命中。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伫人生生命复杂的人生过程中间，有主通靠，诚做阮的帮衬，迄个尊敬藏伫阮的生命中。阮日日会通倚靠这个尊敬来过阮的生活，做无够嘅所在，愿你暂阮开力，互阮会通更新再出发。亲像圣经所讲的，基督的新做新，
阮永远逐工拢是新，因为耶稣基督的心做阮的心，互阮日日进步，准真无偏失，正路永远伫的。在我行伫即个耶路撒冷圣城的路来跑走，为着要来得到永远的免流。祈祷靠主圣主名，阿免。这是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468首，468首，万国万人拢一摆，请起立吟全首。这时，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起你唱红的诗歌。慈悲疼痛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学罗你，感谢你，互公园教会诚做充满祝福的好所在。感谢你，赐平安到每一个兄弟的生命中。阮知影，所有的一切拢是你的，不管是天顶地下，拢是你的。阮所奉献的，拢是对你所来的，拢是属你的。现今阮甘心乐意献上予你，望你接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来报告吼，请咱看咱的周报。首先咱搁一遍来感谢王牧师，伊代表教会公布事工来勉励。第二点吼，请咱大家注意看一下。伫礼拜了后12:20，伫607教室要召开圣诞节活动的筹备会。请咱事工的团队当派代表来参加。第三点，咱请咱家长来注意一下吼，就是真诚执事，伫8月13到18号6天，要带5个国中甲高中的毕业生来环岛，伊要安怎行呢？用行路坐车的方式。所以因伫路口有家己准备预备饼啊、果冻啊，请咱大家等下落去的时阵会当来赞助者。这是看第5点，因为即摆公园教会有2名牧师吼，伊休假的安排，黄牧师是安排伫拜一，赖牧师是拜二。周间每一天拢有牧师甲干事拢伫教会，若有需要的兄弟会当共款来教会。第7点，请咱兄弟特别爱注意哦，爱留时间落来。伫8月11号下晡3点要举行赖牧师的就任的感恩礼拜，所以邀请兄弟姊妹伫迄天下晡会当参加。具体消息的部分，今仔日下晡，黄牧师要代表咱教会来去台北，参加耀正指示爸爸的告别礼拜。毋知有长老要来补充圣诞节的活动？无 ？OK， 好。这时来上灵，咱请咱大家来唱祝福节气诗歌，伫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那因此说，请牧师来做到。
那愿恁平平安安倒转去，因为主耶稣要甲恁三角地的，无论恁拄着什款的境遇，伊要扶持安慰保守恁。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保惠师的感动，甲众兄弟姊妹三角地的，直接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车坐，庙倒。